唱唱跳跳又来了，亚爸因来到台南市，喺亚视嘅节目当中安排咗多精彩内容哦。来到录影嘅现场，发现多小朋友喺认真练习呢，希望自家做到表现到更加好。亚爸因邀请到幼儿园嘅小朋友，佢也都帶來電影式嘅歌舞表演，還有欣賞老學生嘅音樂合奏，主題呀，還有太公國小嘅合唱團。一下，就叫下嚟欣賞佢也都帶來嘅表演咯。天主上台嘅係電影上要發條嘅幼兒園小朋友，佢也都會帶來神奇嘅歌舞表演咯。接下來，就叫下嚟欣賞佢也都帶來嘅演出。Feels so good.做喺上台嘅係你欣賞留學生嘅，佢兩下我用樂器來研究客家本色，欣賞外盤薩克斯，學生嘅嚟 violin， 我就叫下來看佢兩下帶來嘅表演咯。
大港国小合唱团等着哦。椅子嘞，家里椅子嘞。啊，那一张椅子借我们一下。目前我们的合唱团的学生都会用5、6年级为主，那3、4年级会在每一个学年度当中的接近期末来进行招生。那5、6年级呢，每天会利用早上的晨光时间到我们合唱团的教室来练习，而且我们淑英老师自动主动的利用假日，还把学生带到学校来练习。我觉得我对老师的一种付出跟奉献非常的钦佩。当然，除了王淑英老师以外，背后还有我们的许多行政团队的支持，还有家长对他一个肯定。我想，一个社团能够这样子一个坚持下去，除了老师的付出以外，背后还有家长跟很多行政团队以及社区对我们的一个支持。我想，对我们合唱团的发展是值得我们高兴跟肯定的。民国81年，我来到大港国小，我创立了合唱团至今。我看着合唱团从没有到如今，那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跟着孩子一起成长。等到我们全国乡土歌谣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们也可以试试来唱客语歌。后来我们发现客家话是很适合歌唱的。那因为我自己不是客家人，那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事是赖清兰老师，那我就请他来我的合唱团上教他们唱，教他们念，然后我就把它录音起来。那录音起来，我们在练习过程中，他每次经过我教室，如果有不妥的，他就会说：“你们刚刚哪一个字发音有一点问题。”那有时候他不太清楚，他又打电话回台东老家，问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这个字要怎么念？”就我们透过不同的语言，然后他教我，就是孩子怎么样把客语发正确。有一天我们在练唱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一个老师冒出来，然后吓到老师，然后原来他是我们老师，就是跟老师很好的一个同事，就是刚刚那位赖清兰老师，他们班导，对，来教导我们一个音应该怎么唱。在家里面练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常都会觉得很吵，很吵，因为那个声音会有点大声，然后就会很吵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妈妈又很认真的在做工作，然后她就怕我吵到，然后就会开始说：“你可以吗？安静一点。”然后就会开。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练了，然后就会跑上去我的房间，可是还是很大声。我们家不是妈妈念，我们家隔壁的在念。隔壁的，对，就是隔壁户啊，因为就超太大声，然后隔壁户也听得到。家里面的人是还好，然后隔壁户就会嫌太吵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，教育不是看到希望我们才坚持，而是我们不断的在坚持，我们看到教育的希望。从我们王老师，从这些孩子的学习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原本不是客语的一个背景，而我们坚持在教育的场域，不断的透过很多学习活动，让孩子去认识了客语，了解了客语，亲近了客语，甚至从刚刚的活动当中，孩子爱上了客语，孩子爱上了一个文化了，孩子爱上一个语言文化以后，他认识了一个世界了。我想教育最难能可贵，就是在于我们老师的一颗心。从我们王老师，甚至他很多同仁的互动当中，还有家长的支持，我更看见我们对教育的一种坚持。看到孩子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成果跟他们的表现，我们非常乐于看到大港国小老师这么用心对孩子的一个努力，也看到孩子们对一个语言的文化学习当中，而他们甚至未来他们将会将他们今天的学习带到未来。我相信大港老师们的用心，这些孩子将来成家立业以后，他们会秉着他们的学习而带到更高更远的地方，将大港国小的教育让世界看得见他们，
让他们也看得见世界，这是我非常高兴的。因为夜排的表演机会，吉亚豆变到同校讲合法，要用吉亚豆的方式表现客家歌曲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共下来看下泰港国小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演出。牛歌的面风风，三餐四方爱骆驼。种牛歌的面恰恰，铁路三趟铁高山。种牛歌的面风风，三餐四方爱骆驼。种牛歌的面恰恰。上堂見高山，種了個的面風風，三餐四方愛骆駝，種了個的面恰恰，鐵路上堂見高山，種了個的面風風，三餐四方。